孔林又稱至聖林，係世界文化遺產之一。孔林係孔子家族嘅專用墓地，亦都係世界上現時最耐、規模最大嘅家族古墓群。孔林位於曲阜城北，孔子公元前479年離世，後人喺孔林埋葬，至今墳墓有10萬多個，從中可以研究中國文化發展以及喪葬習俗嘅演變。隨着孔子地位提高，孔林規模日益擴大，經過中國歷代重修，至今面積已經達2平方公里。其中埋葬孔子長孫亦都去到第76代。穿過孔子墓通道同埋響殿，就會嚟到孔林嘅中心孔墓。孔子墓碑寫住「大成至聖文宣王墓」，係明朝書法家王養正所寫。旁邊小屋叫子貢勞墓處，係紀念孔子嘅弟子子貢為孔子守墓6年，表現尊師重道嘅心。